3、2、1，嘅觸發，我哋就好似呢個病徵隨風而一樣。呢個計劃致力係通過公眾教育同埋中醫藥服務，改善並促進市民嘅心理健康。計劃將為5000名合資格嘅人士提供中醫藥治療服務，並與新生精神康復會合作，改善受影響人士嘅精神康復，並建立常見精神問題嘅中醫藥治療方案。呢個啟動咧，我自己認為咧係一個開始。只要通過呢個計劃，我哋證明咗中醫係的確係幫到處理情緒健康、精神困擾方面係俾到幫助，再結合埋新生會，用一個實證嘅方法，唔好淨係講順，係講實證，有晒實例俾大家見得到嘅好處嘅話咧，我相信咧係可以幫到好多人。對於我哋應對我哋要面對嘅精神健康嘅挑戰咧，係一個重要嘅一步嚟嘅。根據數據顯示咧，我哋香港有成110萬人受到唔同程度嘅情緒困擾嘅，但係只有26% 能夠可以係尋求專業嘅幫助。今次推出賽馬會杏林心間呢個計劃，目的係要為受情緒困擾嘅人士以中醫為主導，並且融合心理治療嘅服務。更重要嘅係，我哋大家都希望能夠通過呢個計劃所建立嘅循證治療方案，能夠為醫管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同即將落成嘅香港中醫醫院喺治療精神健康方面係提供重要嘅參考。咁其實呢一種包括咗中醫師喺入邊嘅醫療團隊入邊包括咗其他醫療專業人士啦，仲有社會服務專業嘅人士，呢一種嘅服務模式咧，相信咧可以令我哋嘅市民咧更加得到全面嘅照顧之餘咧，令到咧其實咧幫到我哋推動中醫藥咧更加快咁樣融入我哋而家嘅醫療體系嘅。呢個計劃咧係一個以階梯治療模式，即係我哋所謂嘅 step care model 嚟推展嘅，係由啲輕度啦、中度失眠啊、焦慮啊同埋憂鬱嘅人士咧，佢哋會先係通過一個評估啦，去接受呢個浸大提供嗰個中醫藥嘅治療服務。如果佢哋係有需要嘅話咧，我哋咧亦都會由浸大咧係轉介俾我哋新生精神康復會去接受我哋註冊社工嘅輔導服務嘅。從中醫角度嚟講咧，就係話我哋都有一個好明確嘅 service 嘅 model 出到嚟啦。咁而家嚟講咧，就話我哋希望通過呢個 service 裏面提供更加好嘅精神健康裏面中藥參與嘅臨床嘅路徑，咁啊俾到更加好嘅方法服務到更人群啦。咁嚟到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咧，我哋會透過呢個模式咧，一係就提供一個個案嘅輔導啦，為期8節啦，同埋一個大概6節嘅一個小組治療嚇。咁最終咧都係希望透過呢啲輔導同埋治療咧，讓到服務使用者佢哋嘅身心靈健康咧都係得以改善，同埋讓佢哋咧認識到一個自我管理嘅模式咧，去幫助自己去改善精神健康嘅。賽馬會杏林心間計劃成功啟動，係大家共同嘅努力結果。期待呢個項目喺未來嘅發展當中，為更多人帶來關愛同埋幫助。